嘉义县去年失智的人口大约9200多个，为着卖予时代失智失灵的速度变紧，嘉义县政府邀请病院甲学校共同研发予时代激头脑的教程课案，希望会当运用伫全县29个失智据点。舞台顶健康管理师带时代对歌谣演奏，台下阁有卫生局配合病院甲学校做伙研发的人脉课程，希望减慢时代失智的速度。有瑜伽律动，然后歌唱等等的这些活动，然后让长辈动手，只要他们动手，然后有思绪上面的一个思考呈现这样。那以及起码大家年纪越来越大，那失智的机会就非常的多。那如果你不了解失智的相关的症状，有时候你照顾一个失智患者啊，就会很辛苦哦。运用数据的汇率，各有无共吸水形状数量的图片，配合音乐教材，增加时代头脑的运用。透过2个月课程操作，时代嘛展现因学习的成果。有一些是古早童玩，然后有一些是手缝的，或是一些让他们粘贴的作品。那这个的话，主要是训练到他们的手指心细动作。嘉义县卫生局指出，这个教案刷来推广到全县29个失智据点，而且佫有甲油彩配合医疗通报系统，请因上坡的时阵注意社区时代的情况，或开始有失智症头的时代会当受到医疗体系的照顾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